主后2024年12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恩典的辩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1章第10节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都无听着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都无差派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跡偌尼啊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趁即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所以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。不过，我要问，因兼真正拢毋捌听着？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，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我要阁问，以色列人兼真正毋知？大圣摩西替上帝安尼讲：我要用毋是我子民的人来引起恁怨妒，用愚妄的子民来激起恁受气。后来，以赛亚嘛真好胆替上帝讲：无找求我的人，我有互因找着；无求我的人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毋过，关系以色列人，伊有讲：疑心悖逆的子民，我规日伸双手欢迎。安尼，我要问，上帝敢有放杀伊的子民？绝对无。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属便雅悯支族。上帝毋捌放杀伊早就竞选的子民。恁敢毋知？圣经有记载，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，讲：主啊，因杀死你的先知，拆毁你的祭坛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嘛伫孝顺我的性命。毋过，上帝安怎应答？伊讲：我有为着家己留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人。现今即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。既然是上帝的恩典，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。若根据人的行为，恩典就毋是恩典。若安尼，以色列人无得到因体对找的，只有上帝所竞选的少数人有得到，其他的人心硬毋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，目睭看袂见，耳孔听袂着，直到今仔日。代笔讲，着互因的厌色诚做陷阱罗网，互因跋倒，做因的报应。着互因的目睭花，袂看见，互因的脚趾摒，永远翘久。恩典的辩证，每一个人信主的原因拢无共。有一寡人传承父母的信仰，有一寡人受上帝神感动，有一寡人是听到基督的信息。虽然保罗讲到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，但是实际情形显示，一个人信主无完全是因为听到基督的话语。咱容易甲保罗即句话联想做因果关系，就绕看伊对犹太人的提问，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，当然捌。但当时的犹太人虽然听过基督的信息，却毋愿接受基督。假使信是对听基督的话来的，为什么人毋信呢？举例来讲，每一礼拜真侪信徒听到牧者的讲道，是毋是听完讲道就会当真正改变性命？这却是真少。那呢，
未信者听完道理来信主的比例，是毋是搁较微少咧？因为安尼，咱袂当用因果关系来看即段经文，搁较袂当用安尼来评判上帝的工作。教会常见的迷思，就是用因果关系来看教会发展。咱认为，就好牧者必定会当复兴教会，改变信徒的属灵生命。检采成功的宣教策略，必能吸引搁较侪人信主受洗。当咱用因果关系超找有果效的策略，可能甲成功归因伫人，无意间偷摕上帝的荣耀。就亲像保罗所讲，上帝的竞选是出自恩典，毋是根据人的行为。假使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所谓恩典就毋是真的恩典了。任何人会信主，不一定只是照着基督的话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。任何教会的复兴，无完全是某一位牧者，也是宣教策略真好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加尔文捌引用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讲：人人拢有肉体的性命，但并毋是人人拢有恩典。所谓的恩典，并毋是透过人的掌控，是照着上帝的主权。我认为，教会在宣扬福音、宣教的过程中，除了透过家己尽力做工，也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，免得偷摕上帝的荣耀。无论听道理还是信道理，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保罗会提醒互教会牧者和信徒避免夸耀家己的行为。拄亲像加尔文所讲，完全舍己的人会毫无保留委身伫主，互生活每一个层面交由上帝的旨意掌管。伊的心态会因为安尼平静，无论面对甚物代志，拢袂自怜，也是向上帝心存正恶、埋怨命运，搁较宽阔的生命。加尔文著作文选，但做人益。牧者讲道爱舍己，信徒传道爱舍己，教会宣教爱舍己，尽家己的文书能力，剩落来的交互上帝掌管。只要尽心尽力服侍，明白上帝竞选是出自恩典，咱便袂归功互家己，搁较会当荣耀上帝的名。默想，假使领受恩典毋是根据行为，那安尼我服侍上帝的目的是甚物？假使领受恩典毋是根据行为，那安尼我服侍上帝的目的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目睭昏暗，错将你的恩典看作我家己努力的成果。求主开启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恩典的记号，伫生活中归荣耀互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